伫咧新地铁北有一名富人人去到公园散步，也因为这公园内面的公共艺术品以底座的色水掺地砖伤过烧伤，无细离踢一个跋倒受伤。附近的居民嘛讲，这同款的经验也发生伫咧身躯顶，认为讲这是设计出问题啊。原本是要互大家欣赏的艺术品，即马煞害人着伤。新竹一名富人人今年6月在台北东兴圳边的公园散步，无注意到公共艺术品的底座，规人跋倒在涂骹，造成手骨受伤，看医生就开了要10万块。附近民众讲，这搭常常有人跋倒，可能设计出问题。我第一次跌倒哦，就跌得那么严重，怎么会去注意说那个有凸起没凸起？因为我们就往前走。比较有年纪的，他脚抬没有那么高了，他可能就它颜色有一样，就很容易踢到。现场艺术品的底座，那色水掺涂骹的车砖相同，而且宽度只有3公分左右，实在真好去甲注意到。当地民意代表要求相关单位量早改善。要去注意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议题，我们希望那个政府部门可以尽速的来改善这样一个部分，来还给民众安全的行走空间跟环境。以颜色来区别，让民众了解这个有高层差的问题。后续我们会以比较缓坡的方式来改善。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。相关单位把对受伤的富人人道歉，而且答应来尽快改善，避免意外事件再发生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